慢性病患者长期倒伫咧病床上，身体定会出现压疮，需要转去到病院，互医生诊疗换药。但正正因为疫情的原因，患者减少来到病院会诊，造成空喙好的情形真歹。吉米医学中心空喙照护中心就推出在宅伤口视讯诊疗，由医师透过视讯来诊断，并安排专案空喙护理师到替换药，解决家属以及患者就医的不便。病人的伤口不会好啊，倒不是因为他照顾，不只是因为他照顾上的技巧不好啊，很大一个原因是很多病人其实不太能够到医院来。一方面因为交通不方便，因为家属要请假；另一方面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都不太行。那因此这些病人的伤口就很难好，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发展就在宅的伤口视讯诊疗，利用视讯的方式，其实可以直接的到病人的家中去帮病人解决问题，有很多好处，包含就是病人不用来，家属也不用请假，而且事实上我们提供的服务也可以跟病人实际来门诊的服务的品质差不多。那我相信这样对很多不能够来医院的病人是很有帮助的。林佑成主任表示，目前在宅伤口视讯诊疗也未全面开放，是以专案的方式，也这是配合吉米病院整合医疗中心以及社区医疗提供服务，只收取甲门诊同款的费用，其他身价的成本需要由专案去收。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